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龚哥，欢迎收看6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第7月1号将要正式登场的台南市英语月读季，因为市府请来英语学习频道拥有超人气的阿弟弟妹来代言，有整个活动美宴先轰动。市府表示，教室除了有储备的英语讲座，也有采购规划免费的英语学习资源，以及月读心得的导稿、抽奖等等，相当丰富。邀请市民踊跃参加。这摆担任台南市英语月读季的代言人阿弟弟妹，就是细汉时对新加坡留学回来台湾兄妹，因为因伫 YouTube 所组成的英语教学频道，到今年5月已经破150万的观众。所以市府第二官方语言办公室就希望透过因的号召甲影响力，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阿弟跟弟妹来到台南哦，那真的是非常开心，我的梦想成真了。那他们很辛苦哦，他们从昨天呢，就是一整天都在台南呢拍摄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景点呢，然后能够去 promote 我们台南这几年来对推动英语的努力。那事实上呢，因为他们是属于年轻族群的，那我们其实，在小朋友族群，我们其实也是就是粉红猪小妹，粉红猪小妹就真的就是海内外的一个小朋友界的巨星天后粉红猪小妹来担任小朋友界的一个代言人。那我们也很开心呢，因为有这样的分族群分众，那也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哦。Pudding, right? And then you turn it over, so it's... Yes! Oh! Very smart! White, it's, right. That's right. 好厉害哦！记者会中，阿弟弟妹除了甲特工中学学生合作用英语来耍游戏，来摇台南的古迹、小食等单节挑战，炒热气氛以外，两个人日前嘛食遍耍遍台南的双语店家。是得来体验店家英语服务，并且完成一出台湾味的影片，借出来宣传月读季。那我们刚刚听到很多致辞嘛，然后有很多刚看到这个影片，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台南市政府对于第二官方语言的推广是多么的用心、尽全力。那我们这次也很荣幸能够担任代言人，完全是符合形象的一个结合。没有错，很棒。教英文知识型的频道，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阿弟啦，对，不好意思啦，阿弟的部分。是阿弟吗？哦，没有弟妹这样。弟妹的话是比较个人生活频道。OK， 也可以，没有啦，有啦，阿弟 OK 的，阿弟妹一起。主办单位表示，对7月到9月除了月读心得的导稿、抽大奖以外，也欢迎参加粉红猪的故事等亲子英语讲座，邀请大家来小英语爱阅读。中英语爱阅读。台新闻管制何巧芳采访报道。特别放暑假，市府为了让青少年朋友会当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今年青春专案各局处总共安排8大类2000多场的活动，希望让所有学生拢会当找到家己真喜欢的活动，嘛避免伫暑假而败。为期2个月的暑假嘛，连绵要来到，市府为了让少年朋友一个难忘的暑假，特别举办8大类，总共2000几场活动的青春专案。不管是讲座还是运动营队，甚至阁有音乐节的活动，内容拢非常丰富。副市长张正元嘛，希望青少年朋友会使好好利用暑假，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又到了我们1年1度的青春专案青春专案来了代表我们的暑假快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办青春专案最主要就是因为因应慢慢的暑假。有长达将近2个月的暑假，我们发现这个假期这么长，如果没有好好安排，我们可能同学们都会沉迷在4电电脑、电视、手机，还有电玩4电。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一些活动，让同学们能够走出户外，有一些比较健康的活动。那这个去年我们也是这8大类
约2000多场的活动，有超过58万个人次来参与。那我们今年呢，也是一样8大类，也有2000多场。我们希望今年要突破58万，我们上看70万，大家说好不好？好。除了伫系列活动以外，青春专案的目的就是希望青少年朋友莫伫暑假期间学歹，也是接触毒品。市府嘛希望家长会使多多注意青少年朋友的交友状况甲生活。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空气污染法虽然修法通过，不过这措施不但民众无了解，就连民意代表嘛分袂清楚。上午这位国民党籍议员就邀集市府，包括环保、交通甲警察等单位，针对咱大型柴油车甲离行停的机车，未来到底如何管制甲汰换，向市民报告。空气污染法修正以后，未来政府将管制严重污染的大型柴油车甲离行电机车进入空气品质维护区，引发一民众甲大货车的恐慌。到底10吨以上的离行电机车甲1、2、3期大型柴油车，未来是毋是会当继续使用？国民党籍议员王家珍、蔡淑慧、洪玉峰、蔡玉辉甲李中琴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并要求市府、环保、交通甲警察单位提出说明。你们给我们的数字是10年以上的，那如果10年以上都是需要加重所谓的根据空污法特别注意它是不是符合排放标准嘛？这个并没有说2行程10年以上才要接受，不是2行程，不是用什么，对不对？通通需要，只要10年以上的车辆。通通要接受所谓排放标准的检验，才看它符不符合空污法的要求。我们现在主要是先针对一些高污染性的，主要还是要有污染性，才是符合我们空污的目的嘛哈。那一般的汽机车，像4行程的，你150啊、125，迄无什么，迄污染性不是讲无啦，无遐严重啦哈。啊，还有一般的汽车，咱咧轿车迄嘛。不会再严重，因为他们在出厂的时候，车厂或者是相关的单位都已经有做审验过了，这个都符合排放标准的。那我们现在新的空污法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大型老旧的柴油车，好，还有这个2行程机车，就刚刚讲的这个，因为它的污染量比一般的那种4行程机车还要严重，所以我们是希望优先针对这种。比较相对来讲污染性比较高的车辆来做改善。根据环保局基前表示，虽然只要符合排放标准，就应该继续上路。不过，以咱市10吨以上的汽机车，至少将近100万台。议员也烦恼将增加检测甲警察人员的能力。交通局给我们这10年以上的车，就将近有100万台。如果以环保局说5年以上每年要检测，那可能数字会更多，好，对不对？每一年都要检测，数字一定会更多。那我们环保局目前在全台南市有几个检测站，有多少工作人员？如何因应这一次的空污法通过之后，我10年以上的汽机车，我在多久我能够如期的检验完成？那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符合这将近200万台的车子，在短期之内符合空污法的要求检测完成？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荷得了这样的工作量吗？现场当时有大货车代表出席，因表示大货车司机赚的拢是艰苦钱，对着大型柴油车的污染，因嘛足想要改善。不过一台车贵3站，政府补助阁有限。目前市府环保局伫补助离行电机车太旧换新，1吨大约2000万。以大型柴油车今年也编列2亿的经费，为着维护空气品质。希望厝内有老旧机车，会当把握机会，赶紧来汰旧换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于南区立新国小头前，也是金华路一段附近，因为有真侪条路口汇集，加上路面的跨度设计时常发生车祸。对此，议员林勉下晡是在高中会刊，要求市府提出配套，尽速改善。伫这位民众真情甲反映，议员林美燕下午要求市府交通、公务、甲水利等单位实地会勘金华路一段立新国小门口的交通状况。
因为该路段有坐了行道交接，不管是金华路要落南，或者是挖倒手，甚至盐埕路北上进入金华路，时常发生交通状况。因此要求市府交通局改善。在金华路484巷跟盐城路这个道路路口，事实上，数字告诉我们，半年39起，换当39件车祸即将发生啦。所以这个相当起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尤其现在面临的日新国小嘛，这家啦，而且住户也蛮多的，所以这个路口绝对交通局应该要彻底去检讨啦。因为受理给他讲，这个是时常发生车祸频率非常高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盐城那边出来，那个路口是一个相当大的路口，到黑暗，真正非常暗，所以我们希望它做一个加强照明的投射照明啊。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标线到晚上不是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在晚上能够很明显的提供我们过路的人能够很清楚看到我的路线在哪里，这条路管到底在哪，道路要很明显的规划出来，所以交通局应该面临这些的问题，应该彻底去解决。会勘的结果，交通局除了会伫路口增设分道杆、感冒眼，另外伫个号志也来做调整。金华路转向到484巷，然后这边可能就是说它会有不好转，然后可能会跟现况那个车辆动线会交织，会撞到一些问题哦。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就是说交通局这边会采用号志早开的一个方式。所谓的一个号志早开，就是说相对于其他方向的车辆，它其实都是停止的。然后但是针对金华路南向，它这边它的一个绿灯它是开启的，所以说只有在金华路南向这个时间点，早开的时间点，所有的一个车辆可以转到484巷，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那个就是车辆动线的一个交织哈。然后也因为就是说我们这边还会再回去再查一下线路，就是说我们早开已经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就是说如果我们交通现场的一些设施足够的话，我们会来增设那个就是红灯倒数的一个装置，让车辆能够看到那个红灯倒数，就是它时间到了之后，它就是可以提早转向，减少再转向时间的一个浪费。至于金华路挖倒手484巷的待转区，因为民众认为范围太小，而且像接近斑马线，加上待转区内面还有消防栓，对此交通局将甲消防单位协调，看消防栓是不是有机会用个刷位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目前政府积极推动国民法官制度，并且提出相关法律草案来审议。对此，台南地方法院特定6月28日到2天进行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模拟法庭，希望这个民众亲自参与审判，来提升大家对司法的信心。台南地方法院上午进行国民法官的遴选，来参与的民众首先排除有前科无适合的人选以后，由市府民政局对大台南地区的人口当中随机抽出1000名，佮由台南地方法院对1000人当中随机抽。因今日来到台南地方法院要做最后的审核，通过的话，就会成为国民法官来参与着模拟法庭的活动。台南市政府民政局，他先给我们年满23岁，然后连续在台南市涉及4个月以上的这个从这些人里面选出
随机抽选，电脑随机抽选1000人，然后的名簿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再从这1000人里面再用电脑随机抽选出300人，然后发活动通知书给他们，然后有收到通知书，然后自愿向本院报名的有44位，那今天有实际到场的有36位。那刚才我们已经先用电脑这个随机抽选出16位，现在已经进到这个个别询问室，接受检辩双方他们的个别询问。那之后，检方跟辩方都可以不附理由的各排除4位。那所以16位里面有可能就会剩下8位。那我们就会依照顺序，前6位就是正式的国民法官，那后2位就是备选的国民法官。来参与的民众拢是希望会当更加了解到台湾的司法体系。因为我想要来看看法院的流程，因为我们一般人不是很常可以来这里走，来参加活动，我可以参与整个法院的流程，尤其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件，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参与到案件的结束。台南地方法院透过模拟法庭的演练，让更多社会大众接触到司法体系，也希望借此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并相信司法。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随着铁路电化工程启动，南台南火车站的处理嘛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其中位于东区的台东国小，就准备一系列活化课程，要让5年级的学生来规划车站新的用途。28号上午正式举办发表会，嘛希望透过这款方式，让学生更加认识乡土，成为老车站梦想的行动家。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南台南火车站，因为铁路地下化的启动，现在已经变作现地的空间。位伫东区的台东国小，为了让小朋友会使熟悉这个所在，嘛特别安排老车站梦想行动者的课程，结合有经验的社区营造专家。做伙为保存社区的文化努力，期待让没落的南台南火车站结合小朋友的创意，变做一个好耍佮吸引人的所在。28号上午嘛发表这届课程的纪录片甲发表会。持续这样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大同的孩子重新认识这个社区，他重新爱护这个社区，他重新踏到这个社区来在这个车站里面重新去认识，重新到这个地方来有些孩子根本没有知道这个地方我往发起了这样的活动，让孩子重新认识南台南火车站那第二个意义，我们这段期间来从产官学这上面一起来合作，来进到我们学校来帮孩子上很多的课程包括蓝晒图，包括纪录片的制作，包括其他的课程等等，简报设计的等等。让孩子吸收非常的多，让孩子学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方法应用在他的包括行销都有非常的有益。那第3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从正信街这边获得的一些想法，他能够去用社区改造的方式，来希望能够改造这个南台南火车站。会中台东国小5年的小朋友，嘛一组一组上台报告因对南台南火车站的规划，有的希望把这变做野餐区，嘛有希望把这变做流浪狗中途之家。会使看到小朋友的创意，校方嘛表示会选出一组甲市府建议，希望让小朋友的创意会使帮助旧车站画出新的一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台南社区大学所举办的社区旅行影展，今日已经是第4届，因重点放伫旅行的照顾甲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影展的名称就叫做以爱为名，就希望借着影像的传播，互更较侪人来关心性别平权。台南社区大学开始录影电影社所主办的第4届社区旅行影展，这届将要播送出5出无同款风格、描写无同款故事的影片。这款影片除了要国际广播的纪录片以外，其他的拢是社员依照旅行作为主题记录下的在地故事，每一出拢带领民众用心去体会甲观看。
台南社大开始录影电影研究社是一群就是喜欢看电影的一群素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然后我们会以发展台南的一些文化的脉络啊，然后去关心一些可能我们生活中不太会去注意到的族群，像我们有关心过，比如像街友憨老，还有护理人员这一类的那个族群，然后我们也拍像家庭啊、同志的，我们都会关切，因为我觉得说用影像的力量会是一个很直接而且很容易理解的，然后我们每一部片都会希望说，可以引起更多跟民众的对话，然后引起更多的讨论。也许，当然不会期待说拍电影就能改善什么，但是我想会就是因为很多的讨论、很多的关注，也许就可以让它更好这样子，这是我们拍片的一个目的。这样。第4届的社区女性影展以爱为名，将要伫这礼拜六，也就是6月30号，但文化中心举办，免费会当入场来欣赏，也邀请到市民朋友做伙来看电影，做伙来关心到咱在地的故事。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北江准好，今仔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28日中间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